好咁啊，歡迎晒大家啊！咁今日咧咁夜都一個星期五晚都嚟到呢度上呢個網上裁判班。咁咧就我代表嚟緊嘅12月21日啊，Mindfulness 嘅就多謝大家各位裁判。咁今日咧我會做一個開場啦。咁簡單咧會希望唔使真係2個鐘頭喺度，就會 go through 一下我哋賽例上嘅嘢，同埋當日去即係實際工作上嘅一啲安排。咁咧，我哋今日有比賽代表都喺呢度嘅，咁可能一啲關於 organizer 嘅問題咧，都可以喺後邊發問啦。咁好好彩，今日好多都係有經驗嘅 ITF 裁判喺度。咁其實今日咧亦都會重點講一下我哋彩拳派 ITF 嘅賽例，咁令到大家咧嚟緊嘅工作會比較順利嘅。OK，咁今日咧個內容，咁我 intro 就差唔多做完㗎啦。咁我會分開三 part 嘅。第一 part 咧就會由陳學才師範同埋曾漢昌師範 Alex 張會做關於搏擊嘅賽例介紹。咁第二 part 咧係會由梁俊文師範 Andy Leung 就會做呢個套拳嘅賽例講解。咁第三部分咧，我就會去攞一啲賽例上嘅highlight，即係包括我哋依家我就橫觀咗3派唔同嘅 ITF 啦。咁可能裏邊有一啲嘅細節咧，我研究過之後咧，可能睇highlight 咗少少，幫大家快啲上手咧，可以了解到我哋嘅賽例嘅。咁又係啦，中間如果有咩任何問題咧，唔好意思嘅 raise hand 或者打個問題出嚟，我哋隨時可以中間解答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里。咁今次搏擊比賽就會採用呢個彩拳派嘅賽例啦，而場地嘅大細係會7x7嘅。咁我知道唔同派別有啲係6x6，有啲係9x9米嘅。咁今次因為場地問題，咁我哋會採用7x7米嘅大細嘅。咁接落嚟個組別安排咧，咁就有個人搏擊組別同埋對制搏擊啦。咁個人搏擊組別就會分開男女子組，然後分成幼兒組、兒童組、青少年組同埋成人組嘅。而對制搏擊就一樣都會分翻男女子組啦，然之後一樣分翻兒童 A、B 組啦、青少年組同埋成人組。咁對制搏擊嗰度要留意翻啊，教練。咁就色帶同黑帶係唔可以重隊嘅。另外補充翻個人搏擊嘅重量嘅上下限係2kg 嘅。好，接落嚟就係裁判嘅安排啦。咁個人同對制搏擊就會分為裁判長一個啦，中間裁判同埋4個裁判嘅。咁如果裁判人數安排就到時可能會有3個裁判嘅。咁見到右手邊嘅圖啦，如果3個裁判就喺嗰3個 number 1、2、3嘅。咁如果4個裁判就喺4個綠色框框嗰度，係睇唔睇到？好。咁接落嚟選手嘅方向喺啲裁判長嘅角度咧，係望出去就左邊係紅方，右邊係藍方。而中間裁判嘅時候就要特別留意翻啦，同裁判長調翻轉嘅，就左邊藍方，右邊紅方。咁中間裁判特別留意翻啦，咁入場嘅次序係必須係紅方先入場，然後藍方嘅，亦都係啦。敬禮嘅次序都要跟翻足啦，就先向裁判長敬禮，然後中間裁判即係自己本人，最後就雙方選手敬禮，係咁。接落嚟就係每一個裁判嘅職責啦。咁裁判長就好重要嘅，就要判決呢個比賽啦。重點特別留意嘅地方就係 contact level，即係例如唔同 size 嘅選手，有啲選手好高，有啲選手係比較矮嘅，咁就要留意翻同每4個裁判同埋中間裁判溝通翻個 contact level 啦。跟住助理就要確認選手嘅名稱，幫手計時同埋 mark 翻低個違規次數嘅。接落嚟就係中間裁判啦，中間裁判就要負責指令啦，發揮8號指令，
判犯規，時一都留意選手嘅狀況，例如選手不停喊啊、流鼻血嘅情況，咁就要採用呢個突發情況嘅暫停。咁突發情況就好重要嘅，就係控制時間嘅暫停啦。個比賽時間就係由中間裁判嚟負責嗌停，同埋如果裁判長有説話嘅時候，咁由中間裁判負責召喚四個裁判去裁判長面前溝通啦。同埋最後最重要嘅就係保持同裁判長嘅交流啦。例如選手犯規犯咗2次，第3次就 disqualify，咁第2次嘅時候就要同裁判長徵詢下啦。又或者有任何疑惑有唔明嘅，都 keep 住同裁判長交流啦。最後4個裁判就負責計分啦。咁計分嘅時候咧，就要眼見到先至好計分，唔好淨係聽到聲先計分。今次我唔會用電子計分嘅，佢會用計步器嚟代替嘅。同埋另外特別留意翻啦，唔需要自己扣分嘅。如果犯規次數最撈尾嘅時候，裁判長會宣佈翻個犯規次數嘅。OK，唔該晒。好，接下落嚟就係個人搏擊嘅時間係點樣啦？咁12歲或以下組別嘅會進行1分鐘2回合，休息30秒嘅。13歲或以上嘅組別就會進行1分鐘30秒2回合，休息45秒。留意翻個休息時間會有啲唔同嘅兩個組別。好，點樣成為勝方咧？就要獲得半數以上嘅裁判判定，就為之勝方。咁如果都未分出勝負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進行第3回合，進行1分鐘。而1分鐘都未分到回合嘅勝負嘅時候，就會進行第4回合嘅黃金得分，係唔限時嘅。一樣啦，都要獲得半數以上嘅裁判判定第一下攻擊得分者為勝方啦。咁4個裁判呢個時候就要特別留意啦，就要企起身嚟觀察邊一個得分先嘅，亦都可以移動距離嘅。而對制搏擊個比賽規則就每隊就必須五個人，係啦。而每位選手都必須出場進行1分鐘1回合嘅。咁如果5個回合後都未分出勝負，就會以黃金得分決勝負啦。咁每隊派1位代表，一樣都要獲得半數以上嘅裁判判定第一個得分者為勝方，一樣唔限時，裁判一樣要站立嘅。好，個半數嗰個投票係咁嘅。如果我哋得3位裁判嗰陣時咧，如果打和藍或者打和紅咧，其實個結果都係打和嘅。以個半數嗰個結果為準。好，唔該。好，唔該晒。接落嚟就會講裝備嘅安排啦。咁裝備就首先講頭盔啦，就每一位選手都必須戴呢個軟式頭盔嘅。咩叫軟式頭盔咧？就例如圖片嗰兩款咁樣。而我哋今次個比賽就會透過頭盔嚟分別呢個紅藍方。12歲或以下嘅組別就可以戴有面罩嘅頭盔，亦即係幼兒組同埋兒童組。13歲或以上嘅組別就唔可以戴有面罩，並且要戴上牙膠進行比賽嘅。咁如果有特別嘅需要，係可以向大會提出嘅。例如有選手戴咗唔係箍緊牙又唔方便戴牙膠嘅，可以向大會提出，大會會再作出安排嘅。而教練就要留意翻啦，如果想借面罩嘅話，就提早同大會提出，係啦。跟住拳套同腳套嘅安排咧，咁我哋就會採用呢個 ITF 拳腳套啦。拳套特別留意翻就係要見到掌心嘅。有啲咩唔可以用咧，就可以望到紅色格仔嗰邊啦。軟式嘅拳套啦，泰拳或者 boxing 嘅拳套包晒係都唔可以用嘅。同埋唔可以戴露指嘅拳套啦。OK，接落嚟就講護鏡啦。護鏡方面咧，就必須係獨立式嘅，即係護鏡還護鏡，腳套還腳套。連體式就唔好用，即係好似紅色格仔嗰邊咁
嘅套護鏡唔可以連住嘅，各位教練留意翻啊！最後護陰就必須穿得着翻喺袍褲裏面啦，就好似張相裏面大家都唔會見到對方嘅護陰嘅。同埋最後一個就係唔可以帶護甲進行比賽嘅。因為我哋去過台灣比賽啦，咁知道咧佢哋小朋友係唔打頭嘅。咁香港呢度咧就會係用打頭，小朋友都可以打頭嘅例啦。咁所以我哋嘅頭盔咧會有頭盔同埋有硬嘅面罩。咁戴喺面罩就唔好戴牙膠啦。好，跟住就到得分地方啦。得分如果一分咧，拳頭攻擊正前方腰以上嘅，就得1分。2分嘅部位咧就腳踢身體腰以上頭以下。腳踢3分咧，腳踢頭嘅正前方就有3分。我哋今次比賽冇任何加分項目，轉身點踢都好，最多腳踢頭都係得3分。跟住唔可以攻擊嘅地方咧，就係頭嘅後邊、身體嘅後邊、腰部以下嘅部位，呢啲係唔可以攻擊嘅。犯規一個 warning 啦。留意翻呢個所有 warning 係無限次嘅，呢個 warning 係無限次嘅，但係扣咗3個 warning 咧就會扣1分。有啲咩會扣 warning 咧？推撞啦，推撞對手唔包括雙手、膊頭嘅身體，即係你要身體撞佢啊、手拱佢啊，呢啲都會俾 warning 嘅。出界、雙腳出界、單腳出界唔計，但係如果你跳即係單腳出界，你跳翻入嚟嘅話咧，係唔會計出界。即係譬如一隻腳喺界出邊，一隻腳喺腳裏邊，但係如果調翻轉，你喺界裏邊嗰隻腳升高去咧，咁就叫做出界啦。失平衡啦，跌落地下啦，腳掌以外嘅地方啦，非故意擊中不合法嘅位啦，即係例如打完之後冇收拳啦，故意逃避比賽啦，人哋一路打呢又係咁一路走開啦，冇經過主裁判底下去整理自己嘅裝備，譬如我打喺比賽突然間自己整個頭盔啊，自己整個拳套嘅話咧，呢個都會俾 warning 嘅。假裝得分，咩叫假裝得分咧？譬如我打下，我踢咗人哋一腳，突然間我舉高手，哇！我應該係有分嘅，話俾人話黑假疑話俾裁判之後，我係攞到分啦。炸地傷啦，即係譬如人哋打呢個頭，你突然間揞住個肚，呢啲咁嘅行為啦。嚴重扣1分 foul 啦，重擊中對方啦，好大力啦，向對手冇意識底下去即係失晒控咁樣，例如捉啊、攬住啊，唔一定係捉腳嘅，就算捉住佢隻手嘅話咧，都會foul 嘅。低數啦、不君子行為啦，例如侮辱裁判啊、教練啊、對手啊、工作人員等啦，擊到倒地嘅對手，即係譬如個對手已經跌咗落地下啦，你仲夾硬踢多一腳啦，故意擊中禁擊部位，即係明知係唔打得㗎，你都要夾硬打嘅話，都係會扣嚴重扣1分嘅。留意翻呢個襟針咧，扣1分咧，3個襟針就會變成取消資格㗎。仲有咩直接係取消資格咧？就係對裁判有無理無視嘅裁判啦，即係裁判講完之後你唔理佢，發脾氣啦，失去理智啦，即係成個人癲晒啊，用口咬啊、捉啊，用膝頭哥手踭打對方啦，用啲非技術性擊到 KO 對手，即係譬如突然間我打下衝埋去踢佢下陰啊，或者批佢頭啊、摔達嗰啲咁嘅嘢啦，侮辱對手教練啊、裁判，即係同頭先嗰個有咩唔同咧？呢個係直接用可能用粗口無端白事，嗰個係打下突然間可能你腎上腺上升、發爛渣嗰啲可會同佢講，但係呢個直接如果同對手侮辱對手教練咧，就即時 foul 啦。同埋裁判如果3次扣分嘅，就即時取消呢個比賽資格。同埋應該就好少會見啦，有藥物酒精底下，因為如果你有呢個出咗場嘅話，應該都會睇得到嘅。係啊，留意翻捉人、咬人、手踭、失狀、發脾氣，喺其他 ITF 咧，可能呢個係扣1分，喺我哋嘅比賽底下咧係會取消資格嘅。同埋頭先都講咗啦，佢4個裁判聽到聲唔計，
睇到對手動作唔計，要聽到睇到明顯中咗噶啦，先係得分。係啊，仲有同埋俾分扣分講完啦，跟住咧停止時間流血個情況底下咧，中間裁判咧會向主裁判查詢嘅。我哋有1分鐘時間止流鼻血，如果未能止血嘅話咧，會即時終止呢場比賽。計翻你之前嘅分數，睇下佢係咪合法性擊倒啊，定係最終由裁判決定嘅。係咁多。OK，大家睇到我個 slide 啦嘛 ？OK， 而家就到我講套拳嘅，咦有問題喎？係，我想就問少少問題嘅。咁就個場地嗰度咧，係7米啊嘛。係。咁而家係咪即係話你鋪咗張席，行到出席外邊嗰度先至係叫做界外邊，定還是你最外邊嗰張席已經係條邊界啊？最外邊界，即係一直就踏出界外邊，即係席外邊。即係席外邊先至係界，係。係啊，席外邊係界。搏擊，即係只係搏擊啊！係。咁然後就 confirm 一次，就係嗰3分，第1分就係1分就係手打身滑頭都係1分，係。然後腳踢身係2分，係。同埋腳踢頭就係3分，係。咁不論跳唔跳起都唔會有影響個分數噶啦。唔會。OK，咁然後我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 heavy contact 嗰個部分啊？heavy contact 即係重擊。係。sorry 啊，重擊冇你想我以解釋啲咩？即係發爛，佢係重擊係。即係你或者咩 situation，你會判佢為之一個 heavy contact 咯？佢失控底下咯，即係打突然間發晒爛渣咁樣，係啊，發晒爛渣去攻擊對方咯，即係又攬啊又打，即係一路響無意識係咁嘣咁樣，係啊，裁判叫極佢都唔停嗰啲，係啊。明白。咁即係話，如果好簡單，有個當小朋友一個直拳打中個小朋友瞓低咗，係唔會話 heavy contact 幫佢 heavy contact 噶嘛？呢個係佢有冇收拳？有冇收拳？意思係打完之後有冇收拳？即係咁嘣一拳，跟住瞓低，即係有冇收拳呢樣嘢會影響到佢係 heavy contact 嘅判決？如果佢有收拳嘅話，呢個係合法攻擊嚟嘅。如果佢冇咧，佢冇收拳就唔係合法㗎啦。咁就係判 heavy contact，然後判佢輸。呢個唔係，你唔可以判佢輸，應該係到時要睇佢即係到時要睇佢小朋友係睇幾多歲咧？譬如可能大家都係 BB 嘅，咁咪盡量安排係大人。呢個多數 for 青少年。不如我試下答啊，可唔可以啊？你有啲自己都亂咗。好，heavy contact 嘅定義咧就喺下佢呢一招之後，有冇依賴對方嚟維持自己平衡嘅？如果嗰一招打失咗而係自己失平衡咧，我哋已經當佢係冇 control 㗎啦。咁即係話其實佢收唔收拳咧，就在於佢有冇呢個，我哋係咁樣睇佢有冇 control。咁亦都冇限招式嘅種類嘅，即係話直拳以外其實都可以使用嘅。不過我哋嘅大前提就係睇下佢有冇呢個保持到自己平衡嘅能力。第二樣嘢就係咪要依賴擊中對方咧，先至可以stop 到嗰一下嘅。咁至於個 contact level 咧，其實裁判長頭先阿陳 Sir 想講嘅咧，就係裁判長會控制翻每個 cat 啦，所以咧就個接受程度，大人同小朋友就一定唔同㗎啦。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合法攻擊嘅話咧，而對方係被擊倒嘅話咧，咁係喺合法攻擊範圍之內，其實係一個判打嗰個即係攻擊方嗰個贏嘅。咁被打低嗰個，如果係佢一個俾人合法得分咧，其實佢就係輸嗰一方。
明白，即係最主要其實係睇個動作有冇平衡係咪？即係我攻擊完之後。冇錯冇錯，咁同埋佢嗰個頭先阿陳 Sir 都講到啦，有個 emotion level 啦，即係話佢係一個可能情緒失控，咁呢個其實都睇得到嘅。咁呢個如果加入咗呢個情緒失控嘅情況底下咧，即係嗰個技術控制會冇啦，咁咧就會見到呢一個就算打中咧都唔會有得分，甚至乎會得到 heavy contact 呢一個扣一。清晰，冇其他問題啦，唔該。好，唔該晒。